力量。献诗完由牧师讲道，本周的主题是福音使者广传万邦。时刻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信靠你必不动摇。我们一起用掌声来赞美主，谢谢应展小组。